今日讲到高雄的公山水塔，过去伫日本时代是供应予日本官兵甲在地居民的用水。是高雄市的历史建筑已经远了30档啊，周边嘛已经去围调咧。最近水公司有搁向中央争取征收，希望这公山水塔会当再现风华。 伫高雄公山区公所对面，远远就会当看到这个建筑物，这个有10层楼高的公山水塔是当地正野北的地标。公山水塔是1937年起的，到今已经有86年的历史。过去供应日本军人甲当地人用水，但是二战过后就停用，水塔也荒废30年，在地人感觉足唔甘，认为无应该荒废。听起来是大家拢做唔甘的啦，这历史来的吼。 甲保存才足价值的啦。公山人，你坐火车吼经过啊，足远的所在就咱看到哦，啊伊非常有历史意义。公山水塔过去是用阿公店溪的水，但是溪水愈来愈垃圾，尾仔伫1989年停用，因为荒废久无用也无维修，目前水塔的外观基座拢废弃。 自来水公司表示，过去捌想要修复，但是一直无动工。即马修复计划有通过文化局审议，总经费是4000万，刷来要向中央争取经费。日前，自来水公司已经分阶段提送修复计划给文化局审议，文化局也于2月2号审议通过。会使年底开工的话，差不多115年的年头就会使完成啊。 高雄市文化局表示，水公司伫2022年陆续交出修复计划书，这个月初已经审查通过。目前水公司暗算修复工程要做2年至3年，希望会伫2026年完工。未来周边也会规划做公园，重新展现公山水塔历史风华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朝阳高雄报道。